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这个文庆院创意内容大会，今仔日正式来开幕。这嘛是台湾头一届整合着出版业、动画、影音等等的业者，甲展现予国际买家，要予更加侪国外投资人看到台湾精彩的故事。正式开始。一日启动代表文庆院 TCFF 创意内容大会盛大开幕，副总统赖清德、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，也有文化部长李永德拢到现场，希望讲5天活动会使顺利进行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，也是凝聚国人非常重要的力量。作为台湾在国际交流的名片，国际的这个能见度一定会提升。来，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拉霸机。艺人总新年带大家来到文庆院 TCFF 史多利交易所，伫遮结合艺术界各种创意，将故事变成实体游戏。佮头一摆举办大型商业交易展会，整合影视、出版、动画、新媒体内容等等的业者，展现予国际买主看，希望讲伫创投、媒合甲国际合作上，会使有新的成果。这摆 TCFF 创意内容大会已经有22个国家，总共274个买主伫线上登录。台湾的故事，嘛使借这个机会，和国际上更加侪人去看到，转化为更加精彩的影视内容。